说一个无人知晓的日月山河，如鬼戏绝和命，笑死大眠，也不过黄粱一梦，从起夜到白昼。6千年，头天换日，大雁之数遁去的一道法高，佛家远，不向外求。为了找到真正想要的自由，为了找到答案，在迷雾追求。我追寻有关于你的印记，你的脸，是我唯一的摇引笔记。呼不拢信手我成为，见来世人世人如你，世间繁荣寸步难行，隔孤寂轮回后与你相遇，星辰日夜不懂天地，万千谜题有意不定，当向前行踏破荆棘，凭一己顺心意正落下你。哎，快点儿，迟了就赶不上了。哎，等等我！快出来！快看门呐！还我的水缸！给我们家粮食！快出来！我家人呢？快给我出来！出来！让一下你们的孩子！给我出来啊！太不像话了！快点呐！把门打开！进来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开门了。知道了。今天又来了几个告状的？听声音，有王家的大娘，村口的李叔，周家的大叔，反正人数不少，都不是善茬。小雨又去哪儿了？哼，这家伙一大早就不见人影，估计又去山里了吧。每次都这样，留下个烂摊子，自己倒是跑得快。行了，准备开门吧。追踪了那么长时间，终于上钩了。这次一定要抓住你！这下看你往哪儿跑！可恶！哦！砸坏王婶家水缸一口，赔您2斗米。哎，好好好。下一位，该我了。你给我闪开！大娘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一盆花就想换一头牛啊！我那可是天山雪莲。少来了，您见过雪莲吗？关你屁事儿！嗨，墨家家大业大，一头牛算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放心吧，你从小就在墨家长大，他们还能亏了你？到时候啊，少不了你的嫁妆的。和小雨子成亲时候啊，大娘我送你一份大礼啊！下一位。我夫人，您这么可不行，咱们家迟早会被搬空的。本来就是咱们小雨不对，
多补偿一些也是应该的。您倒是大方，要这么说，夫人，周叔说他家的傻儿子和小雨去玩，到现在还没回家呢。哦，嘿。这下你跑不动了吧？回家了，傻儿子。这位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小兄弟莫怕，这兽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我可是在这儿守了几个月，才等到这只困兽的。你一下子就把它给累死了，这下怎么办？小兄弟，我可是为了救你，我才……你赔我，赔我的困兽，不然山神会惩罚你的。什么呀？这个小鬼是想讹人吗？可笑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这位小兄弟确实是我们鲁莽了，这些钱算是我们赔给你的。叔父，实在是抱歉呐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小兄弟，我们是外乡人，初来贵地，想向你打听个人。打听谁啊？莫门的师尊，莫太乙。小兄弟，你可认识啊？不认识，我们这儿没有姓莫的。你去魔灵国看看吧。那请问小兄弟，地上这支碧剑，又是何人所制啊？小兄弟不必担忧，我们不是坏人。老伯，我把钱还你，你把这匹马赔给我如何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小兄弟不愿意说，那就不勉强了。这马嘛，那我在此告辞了。我会用这钱帮你们祭拜山神的。这山里的动物都有神灵守护，别再随便动手了。
看来确实是我多事了，这小子竟有如此神力。他八成就是墨门的子弟。哼，走吧，准备一下去拜访莫太乙吧。我说叔父，你刚不是真要把我的乌骓马送给他吧？我回来了。嗨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又去哪儿野了？啊！这什么东西？是死的，死的。赶快扔出去！好疼啊！知道疼就不要做那么危险的事。昆兽可是吃人的凶兽，哪是你能随便捕猎的？但是，嫂嫂，你那味药不是少了一份昆兽胆吗？我想着尽快给你弄回来的。算了吧，你还是少惹点祸吧。咱们家都快被你败光了，仔细你哥哥回来了罚你。玉儿姐，太烫了！你哥哥走前特别叮嘱过，只准你好好念书，不许你碰那些玄法机关。你倒好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还遇到2个人打听哥哥来着。哦。是个老头，还有一个年轻人。虽说打扮得像古商，但是那个年轻人气势非凡，还有重瞳。说起来，哥哥去咸阳也有几个月了吧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哦，你哥哥来信了，今天刚到的。这个是写给你的。屈膝，既样也，兄慎念之。小雨，秦王招揽天下方士，以辅秦国万世之意。为兄此去咸阳，便是为了一展我们墨门的能力。但郎庙之才，盖非一木之枝。你在家也要闭门发愤，不可好乱乐祸。为兄不在时，墨家就靠你守护了。也不说什么时候回来。振兴墨门就那么重要吗？让我守在家读书，自己却丢下嫂嫂一个人去咸阳。大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啊！喂，我是红心。啊，是师兄啊。我还睡着呢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新发现那个坑出了个好东西，想不想来看看？你等等，等等！你说，这都几点了还睡？演员有这么安逸的吗？要你管！快说，你那发现什么了？大致确认了一下，是秦代的坑，具体的年份和主人还没结论。哎，不过倒是出了些惊人的东西。秦代？你要想看就赶紧，上次让我白等你一天啊！上次是导演临时安排了角色嘛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怎么能……哎，我说，有你这样的吗？看个坑穿得跟走红毯一样。万一碰上粉丝可怎么办？切，你们那破片有人看吗？都是胡编。什么胡编啊？我们也是请了专家的。得了吧，就那些个混吃的，你就不能学学你哥吗？老古板。啊，就这儿。愣着干嘛？快点，一会儿来人了。我跟你说，
私自带人参观可是要挨骂的。月儿姐，夫人，不好了，门口。你们是？在下关内侯王仲，奉命来接夫人进秦都。去咸阳？嫂嫂，请问大人，可是我夫君在咸阳遭遇了什么变故？在下只是奉命来接夫人，其他一概不知。请夫人即刻随在下启程。为什么抓人？路上的一切应用之物都已备好，请夫人上车。大人费心了。嫂嫂，小雨，听你哥哥的话，在家要好好读书，有什么事都交给玉儿，我会尽快回来。嫂嫂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别再闯祸了，我可不想回家时被告状的乡邻们迎接。夫人，请上车。走吧，小雨，进屋吧。小雨。嫂嫂，干扰军务，可视为犯上作乱。小子，不要命了！大人，这是舍弟，请您手下留情。你也是墨门子弟？嫂嫂，嫂嫂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咸阳。去咸阳？哼，你把咸阳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墨门子弟嘛，也好。既然你不惜命，带上他，到了咸阳再做处置。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哼，也不算晚吧。小小一队人马何足为惧？我一人就能扫平。算了吧，香吉。吉凶由命，这既是墨门的气数，我们也就不便插手了。嫂嫂，对不起。你太鲁莽了，小雨。万一真出了什么事，叫我如何向你哥哥交代？
可是，我真的不放心嫂嫂独去咸阳。你不明白，你哥哥希望你读书，远离宣法机关，正是希望你远离这些是非。他自有他的道理，你卷进来，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？是，小雨知道错了。全都是一派胡言。要靠这些书，我大秦怎能一统天下？是。说吧，你们想要什么？陛下厚恩，臣等感激不尽。其实我等是来给陛下贺喜的，陛下的长生药炼成了。什么？陛下的长生不老药在哪儿？拿来！朕的长生不老药，拿来！臣等向陛下献上仙药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这仙药按记载，若没有100年，难以炼成。想不到这次数年便成了，陛下真是大福之人，天命所归呀！是啊。好，诸位辛苦。来人呐，给朕赏！哦，不敢。有此药，陛下定能寿余千年。我等也是为天下苍生积福啊！1000年可不够啊！陛下放心，只要有臣等在陛下身边，陛下，你也要活1000年啊！我这。等等我！数次安敢欺朕！100年的药，5年炼成，尔等何不迎风起，不要只上9万里？朕对尔等赐之甚厚，如今竟敢来诓朕！呸！哼！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现在天下人以为朕一心只求长生不死，这不过是哄得儒生外戚竞相效仿，少生事端，如此天下也安。想不到几个方士竟敢愚弄朕！哼！你又有何事？
丞相陛下，献长生不死药。小雨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切记，千万不可冲动。是。夫君，大哥，小雨，大哥，终于见到你了！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就……小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此地不是你该来的。夫君，心儿，夫君，你怎么？恭迎陛下，莫门家眷，其妻王氏，其弟莫小雨，现已带到。陛下开恩，墨下之罪，全由墨下一人承担。陛下天威浩荡，求您放过臣的家人吧。莫太乙，你可还记得之前进献长生不死药之事？墨下知罪。你何罪之有？难道说你也在骗朕？好强的压迫感，这个人就是皇帝。赵爱卿，夫人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接下来就请您为陛下试药吧。什么？服药之后，将有勇将将夫人做成人俑，埋入皇陵。待皇陵建成之时，夫人若还活着，陛下将尊太乙为国师，莫门可永世为后。若抗命，看风格确实是秦代，但为何这里会有这个规格的秦墓啊？确实奇怪，但因此才更有价值。既然在这里出现，就一定有在这里的理由。啊？考古是为了发现和验证历史，如果完全和记载一样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听上去有不得了的东西啊！是好是坏，现在还不敢下断言，但确实很神奇哦。神奇？师兄，等等我啊！这盔甲？没错，但这可不是一般的盔甲。刚发现时就这么金光闪闪，没有受到任何腐蚀，锻造工艺前所未见。这盔甲的内部更是惊人，你看，足足布满了上百个铭文。虽然还没来得及着手破译，但这盔甲的匠人和主人都绝非凡人。这个头盔真是漂亮，你看。
师兄？啊，人呢？师兄，师兄，跑哪儿去了？师兄，师兄！施药作用。陛下，臣愿为陛下施药，求陛下开恩，饶了我家眷吧。这可不行，陛下已命太乙大人督建皇陵，这岂能随意撤换？陛下，皇恩浩荡，能为陛下施药，乃是民女之大幸。心儿，陛下，我夫君之所能，我深信不疑。但民女有一请求，幼弟莫小雨年纪尚小，且不谙世事，恳请陛下恕罪。小雨，请陛下恕罪，舍弟不懂事，冲撞了陛下，求陛下，陛下。草民莫小雨，愿为陛下施药。莫小雨，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墨家的药自当由墨家人来试，比起嫂嫂，草民更有资格。这岂能由你？赵爱卿，臣在。命关内侯封锁藤境，不准流失一户。1年之后，莫小雨若不能存活，则全境连坐，不留一户。朕就如你所愿。服药之后，由莫太医亲自将他制成人俑，埋入皇陵。遵旨。谢陛下隆恩。真是天大的意外，居然让我碰上了这千年难遇的宝物。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们这些普通人真是无知啊！小姑娘，你听没听说过，受天下之兵拒之咸阳，萧峰敌助以为金人12。始皇结合冰封之力，用秘术打造的12尊战勇金人，1000年来是多少秘术师的梦想啊！今天竟被我撞见了。战勇金人，这人脑袋坏了吧？还是找到师兄？别找了啊！你的同伴已经被我处理掉了，他不会再出现了。我说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师兄去哪儿了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名秘宝猎人。啊，秘宝猎人？什么奇怪的名字？秘宝？难道是？
你是盗墓贼？盗墓贼，也对，一般人的认知也就是这样。文物对你们来说不过是个展示品，你们根本不了解这其中所包含的力量。这人一定是疯了，我得先离开这儿。小姐，如果你想动什么歪脑筋的话，还是放弃吧。啊，师兄！是什么？啊！臭丫头，竟然敢！头盔！什么情况？突然掏了刀出来，难道这家伙真的要杀人灭口？竟敢带走头盔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师兄，别躲了，小丫头，把头盔给我交出来！去个才都能碰上盗墓贼，这是什么运气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接通啊！猴子？啊？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观察了几天，现在这个时间，没人会来救你。哼，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。哎呀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！这么多千年瑰宝，就因为你躲躲藏藏全毁了。明明是你打坏的好吗？拿过来，把占用头盔给我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刚刚还说要杀了我。谁呀？我也不能给你！找死！啊！